大神木雕刻成。弥勒祖师济公活佛月会菩萨像。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心意三前。当兄圣老前人及和老前人与陈前人像。我另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圣训文物。一楼有读经教室、国乐班教室、神韵和唱环教室。4年制学界课程之心灵班教室。举办道德经班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。64代道统名师木科上。办公室与交易厅众志爱心会。1楼代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。九龙半母图及神龟龙马雕刻及道义劝善图文。2345楼宿舍东西厢房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单位演传师各有1间出席室。地方佛堂法会活动班次目录。6祖坛经班、文理班、长青读经班、儿童读经班、启慧班、综合承前班、青上经